like to invite you to join our tea party this afternoon. 開茶會我啱喎，咁陣間見啦。唔好陣間啦，就而家啦，行啦。咁快？哇！又話開茶會嘅，點解冇菠蘿腸仔、冇雜果賓治㗎？唔係啊，今日我哋開茶會係真係交流茶藝㗎。除咗各種唔同嘅泡茶工具之外，茶道仲有好多學問喺裏面㗎。茶藝包含咗文學、美學、陶瓷、中醫哲學等。哦，咁就要解釋嚟聽下啦。張佩松紀念中學喺栽培同學嘅人文素養以及帶領同學探索科技應用上，花咗唔少嘅心思，讓同學珍視中華文化，傳承傳統價值觀之餘，亦都緊貼時代步伐，喺瞬息萬變嘅年代揾到自己嘅舞台。Hello， 子健、樂君、佩嘉，平時茶藝學會有啲咩活動㗎？我哋學校嘅開放日，我哋會俾來賓品嚐到我哋嘅茶。我哋仲會教小朋友泡茶嘅步驟，帶佢哋默想親恩，向父母奉茶，希望佢哋心目中種下一粒識茶愛人嘅種子。而喺校外方面，我哋都去過好多茶室、餐廳、茶葉店鋪，去觀察佢哋嘅環境佈置，同埋品嚐佢哋嘅茶，從中感受佢哋嘅用心，亦都開闊咗我哋嘅眼界。咁當初點解會愛上茶藝嘅？我自細咧就同屋企人去飲茶，慢慢都中意咗茶藝，同埋我見過師兄師姐佢哋着住件古服，好有氣質。我相信一個人嘅外在行為會影響佢嘅內在性格。咁我都想做翻個有內涵、有修養，同時可以藉住學習茶藝，認識更加多嘅中國傳統文化。咁你哋喺學習茶藝嘅過程當中有啲咩得着啊？喺得着方面咧，我覺得學識咗人與人之間嘅交流。我喺堂上學到嘅沖茶技巧同埋中國文化之外咧，仲學識咗識茶愛人嘅精神。我覺得茶藝唔單單淨係沖一杯茶，佢仲係對生活嘅一種態度。所以我哋喺呢個快節奏嘅生活裏面，我希望可以珍惜每一杯茶，關愛每一個人，令到生活因為呢杯茶而變得更加溫暖。葉 Sir， 當初學校點解會開辦茶藝學會嘅？其實近年咧，聯合國都設立咗茶文化日啦，咁亦都係將茶藝咧定義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而國內咧都有唔同嘅茶商咧，係同多間嘅大學合作啦，就住茶藝同醫學、美學、心理學等等咧去展開研究。我諗茶藝其實就好似一扇窗咁樣，俾同學咧透過呢一扇窗咧去了解中華文化啦，同埋咧茶同唔同領域合作嘅可能。紫魚熟營好精彩喎！咁平時係咪花好多時間去練習㗎？係啊，我哋每逢放學之後都會進行一啲基本功嘅練習，例如係崩腳啊、壓腰之類嘅，呢啲都係基礎嚟㗎，好重要㗎。冇錯啊！除咗一啲基本嘅訓練，我哋仲會有排舞。喺排舞嘅過程入邊，老師就會結合一啲地理同埋歷史文化背景，等我哋了解更加多關於民族舞嘅動作特色，可以從中學到好多嘅中華文化㗎。我知，聽聞仲贏咗好多獎添。係啊，就例如係喺校際舞蹈節啊，同埋好多個全港公開嘅舞蹈比賽，甚至喺粵港澳嘅大型賽事入邊，我哋都拎到好多獎項㗎。唔知㗎，我哋仲有好多嘅表演機會同埋交流嘅機會，就好似上一年咁樣，我哋就去咗廣州舞蹈交流節，我哋喺廣州省嘅歌舞劇院入邊參觀同埋睇到佢哋嘅舞蹈表演，真係好有感染力啊！我哋仲有同國內嘅學生一齊上堂交流觀摩，我哋當日仲學咗傣族舞，而呢啲經歷都令到我哋對民族嘅特色同埋民族舞都有多嘅了解。咁喺舞台上面要對住咁多觀眾表演，會唔會都有啲壓力呢？
都唔會㗎，就好似我哋最近都有參加2024嘅工展會嘅演出，喺咁大嘅舞台上面對咁多嘅觀眾，都大大咁樣提升咗我哋嘅自信同埋溝通嘅能力。係啊，喺我哋呢幾年嚟，我哋用我哋嘅毅力去堅持，深深咁樣體會到我哋嘅學校嘅校訓堅毅自強。無論遇到啲咩困難，我哋都會唔放棄，努力堅持，迎難而上，享受舞蹈嘅樂趣。廖 Sir， 我知道咧，你哋每年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啦，同學仔咧都好積極去參與，上下一心，好有團隊精神嘅。其實學校咧喺呢方面有啲咩大方向啦，同埋提供啲咩支持呢？所有同學仔咧都有唔同參加 STEM 嘅活動嘅機會。例如我哋中一嘅同學仔咧會係喺電腦堂嗰度學習機械編程。如果同學仔對 STEM 好有興趣嘅，其實更加可以進一步加入我哋學校唔同嘅 STEM 學會。我哋有科技學會、電腦學會、科學會，淨係我哋機械 team 咧都已經有50幾個同學仔嘅。同時，我哋學校好支持同學仔參加唔同嘅 STEM 活動，更加為同學仔申請好多校外資源，去支持我哋同學仔參加本地同埋海外嘅創科比賽。嚟緊咧，我哋好開心咧，獲得政府額外嘅資助咧，有同學仔咧係可以去到美國參加全球最大型嘅機械人比賽，有成50幾個國家地區參與。希望同學仔係可以好好發揮，為學校團隊、為香港國家爭取榮譽。哇，同學仔，你哋都好叻女喎！參加唔同嘅比賽，各自都贏咗大獎喎。其實你哋對於自己嘅獎項啦，邊個係最難忘嘅呢？係啊，我哋嘅校長都俾咗好多鼓勵，關於我哋嘅創科比賽㗎。喺之前，我哋參加咗美國機械人公開賽，獲得咗第3名，以香港隊嘅名義為國爭光。啱啱我哋去咗芬蘭比賽，我哋都好感恩，因為得到學校同埋家人嘅支持。我哋都知道每一次出國比賽呢個機會都非常難得，所以我哋都有好好咁盡全力，好好享受每一場嘅比賽。我印象最深刻就係搭長途機去美國參加 West 世界機械人比賽，我哋仲可以用英文同70幾個國家地區嘅代表交流，夜晚又會同同學檢討表現、調整策略，真係一個好難忘嘅比賽經驗啊！我哋曾獲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同埋中大邀請，喺科學園同埋會展分享我哋嘅比賽獲獎作品。教育局局長同埋所有嘅嘉賓都會嚟到我哋嘅展位裏面度參觀，仲為我哋嘅同學仔加油打氣，真係令我非常之榮幸啊！丁丁、樂君，嗱呢一個嘅智能 AI 雨水渠監察系統咧，就係由你哋同埋團隊一齊去創作噶嘛。咁其實當初點解會有咁嘅 idea 啦，同埋創作嘅過程入邊有啲咩感受呢？咁嗰年係23年年尾啦，咁咁啱嗰年嘅9月，連續幾個星期都有颱風。橫風橫雨，搞到成條街都水浸，所以我哋就諗到呢一個可以改善社區環境嘅 idea。我哋幾位同學先研究設計，再問老師提供意見。當望住自己嘅理念逐漸變成實體，仲可以操作到，真係好有成就感。咁呢個系統係點樣運作嘅呢？咁我哋呢個裝置咧就放喺路邊呢個位嘅，咁就喺啲落雨嗰陣時咧，就會有雨水渠嘅堵塞情況。咁我哋而家咧就可以試玩一次點樣掃走佢表面嘅垃圾啦。當佢檢測到個垃圾嗰陣時咧，就會咁樣掃走佢啦。咁當表面咧冇晒垃圾嗰陣時，雨水渠都唔會堵塞啦。咁呢個項目之後會唔會有啲後續嘅跟進啊？我哋呢個 project 咧就得到咗上市公司嘅資助，成功將我哋嘅想法實體化。而我哋亦都有意喺將來申請社會上嘅創科基金，進一步完善我哋嘅設計。我哋幾個中學生天馬行空嘅 idea 可以得到支持，感受到社會對創科嘅重視，讓全港市民受惠，就我哋創作項目嘅初心，更係我哋嘅夢想。咁我祝你哋夢想成真啦！加油！我哋張沛松紀念中學早於喺2000年咧已經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成立探索科技中心，同埋全香港第一個學界最大規模嘅水間法溫室。我哋透過跨學科嘅學習同實踐應用，致力培養同學喺資訊科技嘅技能。早於喺2000年嘅初期，我哋學校同學已經積極參與 West 機械人嘅活動。學校嘅科技科更加將機械人嘅學習應用加入初中嘅課程。除咗能夠激發學生嘅創意思維，更加鼓勵學生動手實踐，同埋參與唔同嘅比賽。同學每年喺香港 West 機械人比賽當中取得卓越嘅成績，更加以香港代表嘅身份
多次出戰世界比賽。2012年開始，張沛松紀念中學已經成為香港中文大學 West 機械人九龍東嘅培訓中心。我哋學校致力推動中小學嘅機械人學習同發展。學生除咗自身嘅學習，同學更加擔任小導師，為小學嘅同學提供培訓，唔單止促進學生互相嘅學習，更加能夠提升同學資訊科技嘅技能。我哋有一位畢業生黃斌同學，佢喺 IT 方面有傑出嘅成就，今年更獲得亞洲金融雜誌被選為10大傑出年輕創業家。佢以前都係機械人嘅校隊中堅分子，佢今日喺 IT 嘅成就，我相信都係當初參與唔同機械人嘅活動得以培養。所以今日我哋嘅同學都會成為佢作為學習嘅目標。張沛松紀念中學一直透過唔同嘅課程同活動，培養同學多元智能同埋唔同方面嘅發展。例如我哋有水間法溫室、步操樂隊、舞蹈組、校園記者同埋機械人等等，都俾到同學為終身學習而奠下良好嘅基礎。我覺得呢間學校最 create like and share 嘅地方就係佢哋好努力做到新舊時代嘅融合，既重視傳統價值觀之餘，對於科技教育亦都有相當嘅前瞻眼光，兩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